这样的吧？来来。其實我想嚟長沙幫你一張。可以啊。我覺得。咁我哋比賽埋咗，真係都係收完好似肥啲咁，就呢種就係食一餐，兩餐食一餐，肥啲咁。黑巧克力，黑朱古力，哦好，还有 ice cream 哦好。我想起了，我是有花的，真的，手工艺的，手工艺的。用这个油，用料，我打的是这。明白了哈，我们本来是不会喝的嘛哈。对你们没有的，这个叫曲皮，我们是中。然后在那个堆场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就在那边。我上中午了冇？走回去又走回。我们呐、哦，OK 啊，攞呢個手嚟。哇！
慢慢嘅。湯你杯跌落去啊湯。哦。都齊晒。咁靚嘅民族舞。咩咁行嗰個好似幾年到嘅喎，揾咩？刚刚很漂亮的画面，对呀，那个。係咯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你睇先睇先。因為條魚啊，因為蝦。可以可以。係咯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你睇先睇先。因為條魚啊，因為蝦。可以可以。做好嘅。荔枝，哦，荔枝飲。青梅雞係已經有味咗啦嘛。好啲，但係夾唔到啊。啊，可以食。跟住邊個邊隻？
嗯，唔係喎，好和悶。你夾咗突然間又話影到咁樣，影嚟都未影出嚟。得咗，食啊！